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40年前，父母奶产业对食谱西亚到东铺，一个政策更加有大嘅转变。中央政府民国102年改建过后，第一则提食谱而申请恢复开采嘅案例，提新作关系。亚洲水奶屯关系拆河山嘅玉山矿场，本做3则案例，送去环保署做环境影响评估。中正日头亚内嘅10年采矿环评案引起环保团体韩国采地居民的抗议，环评结论是要补强过程。除了这案例以外，关系还陆续有亚只收回收采矿计划要提出的，申请恢复开采又向前小讲会危害到人民嘅生命财产安全，也有人认为是在增加地方产业团发展。不过也更有必要性，係咪需要韩国多被讨论呢？听下来关心。还有那看这个多高，对不对？环保团体同地方人士落去亚洲父母奶口矿场会勘，十個人也冇嘢咧。本單講通通嘅衫拿，要看得到牆嘅。頭擺看板也上路意外，多少還看得出這樣是公斤，同夜收回3千斤。它出水口在那边，直接往我们下游冲。好。所以你看它这边，你看最明显，看它底下都没有人去，有没有哈？几乎它的水都是从那边都是比较高。对省党5款講下，一隻種嘅係關係真嘅金山里，主頭有可能發生土石流嘅範圍度。一件關係插河山玉山礦場，因為博嘅要再個反片呢。雖然山前本咗羅慶講，羅慶認同亞洲水泥山咩，其實係連強海強集空氣。頭擺嘢出來嘅收回沙，都係用流浪送到亞內黃山廠。一擺3隻礦場，而申請這個嘢嘅總面積大概70公頃，主頭礦場順行有一座堆石廠。這樣是本來係散啦，頭擺嘢嘅時節，但無奈些泥沙就不用推呀。而今日來到像西山一樣嘅，有480公尺安高，採地民眾注射，係講要有這個嘢堆石廠會傷害到山腳下水種嘅。呢隻灰石廠嘅依律嚟講，要話嚇，影響到我哋下邊居民啊。講下曬就唔講，他們這邊做出來的監測講冇啫，不過下邊我哋會山體會提振。農藥，你看東都在這個時間，你看按過開採、按過開採的時間，我們的土地會異化。那規劃本來還有時間，來規劃出台的。顧問公司開發單位從頭到尾就是否認這個設施場的存在，甚至他們說這一邊是以前的舊礦場，不是廢土堆成的。在報告裡面甚至都用這樣的方式去說明。那上次在環評報告的時候，已經結論是下一次開發公司要把這樣的一個東西納進他們的環境影響評估。我們認為這個設施場，因為它的開發單位過去就是亞泥造成的，它有可能會跟這個礦場的開發造成聯動性的關係。主頭上陣日頭，環保署審查亞內重新申請，而這個月10年的環評案，結論係要補強再審。環保團體有得聽，其實很較少。聽嘅係親手簽實現了開採案動下來嘅，不過還有補強的環評，天初還當於上邊，會高也係唔會高，係嘛得啲。從東部看到的經驗是，這個礦場是我們現在全台灣看到可能是離聚落最近的一個礦場。而且它甚至可能是這個幾年在新申請環評當中總計加起來面積最大的礦場。再來是從居民他們過去的經驗也很實際的告訴我們說，亞泥實際在以前的這些環境工作做得非常不好。今天呢，這個礦務局它憑什麼一個小小的單位就可以進行公告說這個大政策呢被改變了？那以前炒了30-40年，這些人都是白痴嗎？台灣的父母奶產業使到東埔的高層，清早係對於民國60年代，這樣是認證東埔發展，超權業大力沙礦，生下來批核父母奶產業升級。民國75年，政府提出水泥工業長期發展方案，確定要將產業使到東埔去。民國86年起時，陸續將西埔的礦區往入保留區。冇想到反轉年，民國87年就將一方案廢退嚟，也做一講父母奶產業要使到東埔的政策要停下來。關係礦區喺到民國93年，將往入礦業保留區。推入當中，也曾經提出訴願同行政訴訟，一直到102年，
经济部公告，解除新竹县管制度沙佛沙抗疫保留期，每将开始结束办理抗疫前10天的申请案。我们当初会画这个保留区，是因为配合水泥工业发展方案、长期发展方案。那它87年就已经解除了。那我们是因为它的关系，我们去划的保留区，所以很多，因为不是只有给水泥用啊，还其他产业用嘛。那我矿业法本来就是有一些规定在走嘛，不一定说你的那个方案，我配合你已经早就解除掉了，那我还禁止这个没有道理嘛。全部供西部使用啊，完全不外销。所以他们，而且说真的，有谁可以保证完全不外销？有谁可以保证？我们怎么去追踪？你怎么算得准说西部需要多少水泥？你多了你不会外销吗？不要骗你。有乜个必要要再个言咯？阿奶理由係新竹開採嘅做清本quyền內容，唔是對東部運輸，而係對國外進口。不過環保團體講，對民國100年到今，台灣鳳毛奶總產量一年大概1500萬公噸邊呢，其中外銷比例對民國100年嘅34%，到去年還有23%，未含算一度，看得出根本就唔是按照鳳毛奶來用。阿奶理由實在講唔過，礦務局係講。鳳毛奶外銷有中央管制，政策的目標係年4年減少，搶買本國內用就好。其實說整個水泥在台灣大家都知道是供過於求的狀況。那尤其又在你外銷率這麼高的情況之下，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你還要再繼續挖新的礦來生產水泥，甚至讓亞洲水泥的新竹廠重新來做這個另外一個窯爐再重新動起來，我覺得是很奇怪，因為根本沒有這個必要性。這3個案子其實是同一個嗎？他申請的是不一樣的啦，在我們來看是不一樣的啦。啊，那當然來你講到最後是一樣，對不對？是不是？因為我們礦本來臨界礦區都可以聯合開採，這個是沒問題的。你要變成一個，我們是更鼓勵的。強制礦區是本着3隻案例來送審。環保團體說，環境問題強樣，讓我變做搶人無相關的3隻開採案，也冇注意到3隻礦從強下葉會有其他嘅效應咯。他就舉了一個例子，他說3月呢每週只爆破1次，可是問題是鳥類的繁殖期是3月到7月，那你對它影響是什麼？不知道。而且大家一直吵一個是，這不是只有亞泥一個礦場，它旁邊還有羅慶人、羅慶江，請問你3個同時爆炸，對環境的影響有多大？這種加成效果在裡面是很少呈現出來的，這也是我們這一次我們特別主張，就是你3個礦一定要合併審查的原因。那我們可以看到玉山里其實裡頭沒有任何藍線的部分，這個藍線的部分就是土石流潛勢區。那下方其實跟土石流潛勢區有關係的，就是金山里跟景山里這個區域裡頭會有。一種喺關係鎮有可能發生土石流嘅起位圖，茶口山礦場就同玉山里同金山里隔嘅所在。阿奶去年是同玉山里判說明費，可以來看安全玉山里，又當到阿奶退休員工喺度呀，加得支持起業。不過金山里嘅民眾殺搶地，一直到4月份已經要做環評的時候，佢就長地啊，你下亞泥會重新開，佢就唔地。佢就冇談到呢件事情辦說明會冇，因為他們辦說明會辦在玉山里，我朋友帶到金山、景山里，佢土石流下來，唔係下來玉山里啊，下來金山里、景山里啊，佢都會消失哦。一般人不了解，但以為我們開礦就一種，可是依照我們現在就我們這麼長久來幾十年的在台灣開發，這是不是？除非它自然的狀況，它自然的比較脆弱。笨弱以外，幾乎我們開發的部分不會因為人為造成這個土石流啊，不會造成什麼東西啊，尤其現在的開採技術更是不會。我們家在這個位置，那這邊呢就是礦場，它在這邊炸，來這邊一共炸到這裡的話哈，他們算實物上面算是600公尺，600公尺，那600公尺它還會飛到我們家來。喺到礦場下不裝嘅金山里面，談到礦務局講冇乜危險，聽得拿出民國87年嘅安全實施圖，講今年嘅9月初6，阿奶提亞嘢嘅民航紀念呢，礦場崩山，太沙頭就比嘅600公尺，崩到教務卡去，下後去報案，這樣時礦場主任還去教務卡同家的費事哩。你阿伯叫做咧，
其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完全无讲，两片的两片，其全部讲含一片，其了开采所采四个都了，离岸岸群，其应该将了全部让向写清楚来。以前才下巴士啊，下巴状况变变散变下来，非常危险。到65年以后咧，个政府就不准你安样采用大战之后从东北做江下的方式，一段一段做到退土机退下来，咁就挺安全，冇乜危险嘅发生。玉山里太可以北上係亞內退休員工，冇做嘅肢體協同也，唔乜政策，佢對礦場有特殊感情。83歲王連珍係亞內退休嘅兩班，民國50年起時，替下做礦工，一直就做到民國82年。佢就認為，一下開採技術應該當安全。透過安排嘅情形啊，因到處來以鄉下生存咧。你啊後輩我相信。有按到啊，你政府單位啊，監督，還有啲地方上嘅人啊，你關心以外上嚟講啊，你肯擺一採，相信佢影響會盡量降到最大咁樣。道路各方面上，你一條讓係好好維持，唔好將講衝差落來，影響到嘅地方。我從呢一點係你做得到，我相信我提提嘅裏面啊。韓國人關係全面啊，有冇多多反對嘅意見？礦場如果繼續來開採下去的話，我想對這個地方也好，大家都有利哦，而且對年輕人的留在這個村莊裡，最起碼他有工作好做，而且就近可以照顧家裡，不用說到外邊來工作。包含亞內路資料片同玉山里李明認為，也實惠上保障到亞內一下員工嘅生存權，採天然嘅前面到投入。我路通當正義，亞內背後嘅母公司遠東集團先前講嘅數起來，停定做數，沙頭上嘅熱嘅時節，爭嚟講馬嘅工作權，尤其也冇馬用到黃山廠重新開路過後，頭擺一艘沙灘，因內就湧成噴田。同空氣污染嘅情形又或再個出現，比如講也當數年注意 PM2.5，以影響到規則新做驗視。徐旭東，譬如說他在本世紀一開始就關掉了製衣廠跟紡紗廠，那個時候怎麼不講工作權的問題，然後反而現在好像碰到他另外想要這個開發有利可圖的時候，再把工作權拿出來。幫山兩片呢，哈。是生產地，亞泥的產區的生產地，旁邊是薑林、王山。嘛，有關薑林的代表哈，譬如嘛，大家不愛講，該重新開廠，為什麼王山跟亞泥廠不用做環境影響評估？那它必須要拉到非常高的溫度，那它可能所製造出來的包含二氧化碳，包含剛剛我們有提到的 PM2.5。家己烘焙生產量要提高，其各項設備、空氣嘅、水嘅嗰條設備，全部要重新來申請過，因為佢規模冇控量咧。PM2.5呢片，佢要做到嘅設備，N 片決定要照法律嘅規定來要求佢要做好。關係這個月沙回沙嘅申請案，係鳳毛內生日要這個多種嘅時鋪嘅調查案呢。空氣保證除了抗壓法，也有無法監督規範，還有水土保持法、環境影響評估法一道。地方政府沒有定期檢查空氣污染同水污染，空氣認為環保團體太多少誒？因為他的承諾事項是我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去執行的，要去看的，所以這樣檢查基本上大概你說一個礦要亂做，大概很難。早期的話，你可能在山裡面你沒有看到，有可能，這我們不否認。但是現在以這些法，它固定期檢查非常難。加起來超過150公頃的一個山頭，如果我們要重新開採，那它就會變成前年我們在看見台灣那樣子的紀錄片看到，關西的山頭就會有一個變得是那個突突的樣子。他們好不容易這個地方才把
矿场停了下来，然后居民开始有一些新的想象，譬如说农村再生，开始重新种柑橘类的作物，开始思考说，如果我们再没有用这种好奇性的开发方式，那居民可以继续往前走。可是呢，这矿场进来之后呢，这个想象会再递延个10-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矿场总有一天会把山给挖掉。西埔矿场经过长久，将停下了磨业。在地民众做出以辛苦，还係做得發展休閒農業同觀光，兼且做到辦爛產的又冇做，本礦場倒進來，沙會上仲有1年嘅業態，但約10年的計劃結束嘅，結局還係面對冇沙會上好嘢嘅事咧，要拿乜嘅來發展咯？等到這樣時，光快快嘅山呢，不係人家他家上嘅係。